最疼爱公子季，不分封公子季，反而让他入燕国为质子，这也和先王的遗愿。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有人已经自掘坟墓，我只不过是先行一步。哼，可惜呀，你想死，我却不能让你如愿了。一来先王身份何等尊贵，让你陪葬，实在不配；二来，有位故人在燕国等你叙旧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你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害人的手段。大王开恩，你将陪同公子季到燕国为质。燕国有梦莹，曾与你交情不错。大公主仁厚，若是她，你定不会把我放到她的手里。封公子至为长陵君，封公子瑾为豫君，封公子辉为蜀侯，封公子少公为丹阳君，公子季入燕国为质。先王的公子他都有胆有谋，分封后还是可以大有所为的。郑将军说的有道理，和世上发生天高君王远，的确可以做到。主卿可还有异议主张？先王有10几位公子，兄长个个列土封疆，唯公子季年纪最幼，却要去往冰雪满地的燕国为质，厚此薄彼，难以服众。长子所言甚是。正因为公子季年纪幼小，位立寸功，不好列土封疆。据说先王早有安排，要将巴蜀之地交予公子季打理。张子休得胡说！想那蜀国地大物博，管理起来头绪杂乱，先王怎会将此重任交到一个小孩子手里？更何况，秦燕两国如手如足，此去燕国为质，是嬴稷身为嬴氏子孙的职责。先王生前最疼爱公子季，不分封公子季，反而让他入燕国为质子，这也和先王的遗愿。这质子之事过于突兀，何不缓一缓再做商议？既然是众公子分封，还是不要失了退场才好。千万照顾好自己和公子。有人一心想要你死，只有活下去，才有盼头。雍大人，张子，你们也要好生保重。那是自然。当初你不愿意留在秦宫，看来你是对的。张仪糊涂啊！但是张仪还要等到有朝一日鲁布依仗，迎接芈八子和公子季回朝。到那时，只要张仪还有一口气，一定会尽心竭力来辅佐公子季。千里送君，终有一别。两位就不要再送了。芈八子，公子季，这位是杜景将军，由他护送你二位入燕。再告诉八子一声，那樊长史割舍不下与先王的情分，已经在宫里上吊自尽了。大王会好好的发送樊长史的。樊长史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。走吧，芈八子，小的在这儿祝你一路顺风，诸事顺心。
大人，小的先回去了。此去燕国，千里迢迢，危难四伏，险阻重重。芈八子和公子季就算是能撑到燕国，一条命也去了半条。哎，怪我啊！当初真不该劝他留下。祸兮福兮。好了，我也走了。丞相，如今大秦在列国当中如日中天，长子居功至伟，就这么走了，不后悔吗？后悔。侍奉一个刚愎自用、蠢笨无比的君王，是给自己找罪受。更何况，会后是不容我的。说不定眼下正在想着如何取我的性命。哈哈哈哈！你们雍家不一样，雍家是秦国的显族，根基深，一时半刻他不敢碰你。我只是心里还有一件事情搁不下，还想拜托雍公子。长子但说无妨。倘有一日，芈月母子能否极泰来，重回秦国，还望雍氏家族能够瞻情顾义，助他们母子俩一臂之力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但凡有一息尚存，张仪一定回到秦国，共图大业。你答应吗？雍蕊定不负长子所托。好，那就谢了。走了。车子上官到了吗？是。车马走得这么慢，弄不好天黑时赶不到驿站呢。说是走得慢，可是也不停下来让我们喝水吃东西，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。会后是存心不想让我们活着到燕国，什么都不让我们带出来。若是身边有些钱财，也好求他们行个方便。看那个杜姐是极不好相处的，光用话求他，只怕无用。恐怕他们也不想要我们即刻就死。那他们要我们什么时候死才甘心啊？我也只是猜测，会后本意该是要将我们母子拨夫削族才好，也不知为何突然变了主意。怎么回事啊？都在车里坐好了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不让你们下车，不许下车。香儿，跟我下去看看。杜将军，出了何事？车轱辘坏了。天色不早了，赶紧找人修理吧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哪里有人？只能委屈八子了。杜将军，这是何意？难道从未有人告知八子，除了这车马，人的双腿也是用来走路的吗？杜将军该心中有数，车中皆是妇孺老幼，若无车马，能行多远？只怕半夜都到不了驿站。谁说我们要住在驿站？八子真是宫中富贵之人，已经做了质子，还想着宫里的荣华，日日还等着有人好茶好饭的侍奉。走吧，
学会风餐露宿是早晚的事儿。哼，刚出了咸阳，就这么急不可待吗？恕臣无礼。八子，乘车而行，想也不要想了，走还是不走？你们质子的衣食住行都由我说了算，老实顺从，两下好说。耍花样滑头，哼，那就需要怪微臣翻脸不认人了。这马鞭子打着你们，就是爬，也要给我爬到晋城去。